明泰便在老板娘的指引下来到一间房屋，然而当他们走进屋内后，却并未发现曼妮，与此同时，你今天晚上为什么跟我玩的这样？神色焦急地询问老板娘家住哪里。在他的再三追问下，女员工终于回答道：“就在楼上。”8号闻言立刻上楼，一间间地打开房门寻找。而另一边，等明泰走进那间房屋后，小丁立刻将消息汇报给自己的大哥。得知明泰已经找到文明的躲藏地后，帮会长全人老郑沉思片刻，给小弟布置了一项秘密任务。此时明泰仍在四处寻找原因，却没想到这时一个你为什么今天晚上跟我玩的这个样子？这时明泰才意识到为什么？这里根本不是老板娘的家，而是你们乖乖啊，来握手，握手，哎，乖，好，握手，哎，乖 ，OK， 坐下，好棒啊，好，你们乖乖，你们乖乖，你们乖乖 ，Manny， 看妈咪 ，Manny， 看妈咪 ，Manny， 好啦，你很乖啦。